酸酸辣辣，開胃可口。200g 白蘿蔔，去皮切絲。200g 紅蘿蔔，去皮切幼條。100g 金針菇，去掉根部，撕開成小塊，沖洗乾淨。350g 滑豆腐，切開48方塊。大火熱鍋，以下1湯匙油，油熱10g 薑絲，半湯匙乾辣椒水，煎香20秒。加入白蘿蔔和紅蘿蔔絲，大火炒2分鐘。1000cc 滾水，1茶匙鹽，1茶匙雜菜粉，1湯匙白糖，4湯匙鎮江醋，1茶匙白胡椒粉，攪勻。加入豆腐塊、金針菇，蓋好轉細火煮15分鐘。轉大火，攪勻1湯匙生粉同埋2湯匙清水，加入鍋裏邊，攪動一下。2隻發開嘅雞蛋，攪攪就做好啦。